今次我哋拍 E32翻去航天城，但唔會翻嚟葵芳㗎，因為呢，我發覺呢，我拍翻嚟嗰份都冇人，我拍出去嗰份冇人睇啊。咁我淨係拍機場線出去，咁機場線呢，就A3出翻嚟咁樣啦。後站葵芳村，因為始終冇人睇嘅，其實啲片呢係可能啊。如果快嗰種，聽日呢，拍黃大仙區黃大仙區係得84M 嘅啫，即係好快，一定係拍得晒嘅，應該。葵芳廣場啦，光輝圍、建全街。就灣口轉車站，如果未拍 A32咁啊，葵涌村 A32一直拍咗嘅 A32，咁之後呢，就我哋係拍呢，我哋就下一站啦，就一夜穿越廣線啦。我想發話 E31啦，E32、E31得一站預演新城，呢個順便啊嘛，順便都係入機場啦，反正都係入埋東涌好過啊。呢條碼頭站就係冇 E31咁就算啦。咁短啫，穿越廣線。係穿越廣線嘅落去。另外我想同大家講翻呢，我呢某一位頻道叫 Buddy 嘅頻道啊，2010呢就我哋兩個嘈交嘅，依家係原因呢，就因為呢，出嚟講先，原因就係某一次佢，因為某一次喺中試測驗啊，我喺 YouTube 講咗俾大家聽㗎啦。之後呢，有啲人呢，因為我哋早到咗，我唔知嘅，之後唔耐煩啦。之後呢，就無端端呢，就俾人鬧啦，我俾佢鬧啦。之後呢，就出人要我都係走㗎啦，咁就完啦。即係呢，之後呢，就冇朋友做啦，同呢個不至2010嗰個 channel， 即係玩 Most 嗰個啊，即係可能大家唔知邊個嘅，因為我未揾到佢 YouTube channel 嘅。今集呢就呢度啊，唔係，E31啊，我哋唔係入咗入咗一個後勤嗰邊先。日東村美日樓啊，E31。即係日東村居日樓，即係日東村啊。
跟住東涌嘅消防局，依三日完㗎，即東台灣半。陣間可以等佢拍 A32翻，E32就唔會拍翻嚟啦，因為呢，次次拍親翻去都冇人睇嘅，即係赤個南路啦，即係 E 線出 A 線翻啦。我嘅概念係盡運北路啦，即係香港空運貨站。今日好特叫佢入埋北城嘅，我講得嚟陣可能，即係空運中心啦。啲機場似國泰城都有 GTC 啦。咁今集嚟呢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